來看屏東的佳冬鄉有一欉8冬的佳冬樹哦，看起來親像是世界真出名的摩艾石像，所以有真儕人來這翕相打卡。閣有人哦，因為真介意這欉樹啊，佮甲邊仔的土地買落來起厝，佮提供伊私人的土地來困跨道路，對地方哦是真有心。這個頭像鼻子一樣，人兩個鼻子這樣，有沒有？啊，就下來就。那個嘴巴下來了。樹殼碰起來樹片啊，下面的部分先下海，鄉親攏佇樹仔腳邊這欉佇屏東佳冬有100年歷史的佳冬樹，因為外形足像福華島的摩艾像，這幾年吸引袂少遊客來翕相拍卡。有一位高雄的楊小姐來拜訪親情，看到這欉樹，因為拄好樹邊的厝要賣，就決定買落來，甚至閣甲圍牆啊揪起來，讓道路較寬，方便民眾和遊客出入。我想說，這樣子居民應該會比較好，而且至少不會撞上它。路本來就是大家在走的，大家方便我就方便啦。因為你撞到那棵樹，你要重新種也種不回來。他為了這棵樹犧牲差不多60公分哈。佳冬鄉長表示，道路混擴工程已經佇頂個月完工，路寬對3米增加到4米半，連原本佇門口的電火條嘛刷去對面，避免視線死角。唔但會當降低交通事故，嘛對地方觀光發展有幫助。佳冬鄉親表示，這個佳冬樹攏有年歲啊，有人願意為着老樹仔盡一份心力，居民攏足學了楊小姐的善心舉動。咱你看物件嘛是攏慢慢一直成長起來啊，唔甲看到這樣子，安尼哦，這大欉，這種樹啊，較早是幾百啦。那我們佳冬鄉這個部分呢，藝術家他就是取自一個這個佳冬樹，就是我們這一棵佳冬樹。對。鄉公所目前規劃，甲附近的100年佳冬樹全水溝游泳池做觀光連結，希望讓遊客親入地方，帶動發展。連佳冬的門牌嘛用這欉佳冬樹做代表，希望縣府甲中央會使投入更較儕資源，做伙打造在地觀光特色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